周律師你好，我老公咧係香港戶籍，我哋當時喺香港嘅沙田領取嘅結婚證，目前雙方已經分居多年啦，我揾唔到對方，結婚證咧亦都喺對方嘅手上。香港嘅結婚證唔見咗，可唔可以喺內地離婚呢？應該點樣辦手續呢？香港結婚證唔見咗係可以補辦嘅，而補辦嘅方式非常之簡單，攞住你自己嘅身份證去到當時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嘅香港婚姻登記處，亦即係沙田婚姻登記處申請補發就可以啦，最快7個工作日，全程唔需要對方出面，你自己就可以搞掂。咁另外，香港嘅結婚證係屬於境外文件，必須要經過具備中國委託公證人資質嘅香港律師進行公證之後，並且加張轉遞認證，先至可以喺內地嚟使用㗎。記住，普通嘅香港律師咧係唔得嘅。重點提醒大家嘅係：第一，結婚證公證需要寫明證件嘅用途，用喺內地某個省份、某個市嘅法院，用於離婚訴訟。第二，一定要先同內地律師確認好邊個法院有管轄權，唔係嘅話，公證員發現法院搞錯咗，又要重新俾錢做過㗎。而香港律師嘅公證費咧係唔低嘅，般需要3000到5000蚊港幣。咁內地嘅離婚手續需要點樣搞呢？就算揾唔到老公，一樣都可以單方面起訴離婚嘅。根據民事訴訟法嘅規定，只要一方嘅戶籍或者係常住地喺內地嘅，內地嘅法院就有管轄權啦。就算對方唔出庭，法院亦都可以經過公告送達之後咧缺席審理。所以就算揾唔到對方人，照樣可以起訴離婚。最後總結嘅步驟就係補發證件、證件公證轉遞、起訴立案、公告送達、開庭審理。最後俾大家3點實戰建議：第一，先聯絡內地嘅律師確定管轄法院；第二，再返香港補證加公證，記住寫明法院嘅名稱喎；第三，內地嘅律師可以幫你搞立案同埋跟進，對方唔出面亦都冇問題㗎。希望可以幫到你啦，有咩唔明嘅隨時再問。